语音助理 OK Google， 请 Google 助理搜寻无视日本语，结果呢不容易找得到呢，还要用口天吴的吴，无视日本语才找到那个无视日文。有 LINE 哦，可以通知哦，全球已知啊，哦，台湾日语竞争力堪忧。嗯，青年可以到日本打工哦，度假，打工度假呢哦，不会日文也可以轻易到日本打工度假。学日文比较好，优秀优秀。哦，无视日文，最高效的日本语教育工学线上教学系统。无视日文，奇迹的那术功法。哦，教那个文法很有创意的，简单啦规则啦，不用记忆啦，要跟那英语文法做对比，很快就容易了解。然后51音图，51音的由来配合汉字偏旁片假名嘛哈，平假名是草书了，密教的空海大师发明了，片假名是吉备真备发明的。那规则是尽量越简单越好，表示过去式的用它前面再加一个习，习就是那个中文那个之变来的，可能是简是草书吗？织草书会变成那个像吊钩吗？还可以免费试听。